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人工智能普及課程嘅第12課，亦都係成個課程嘅最後一課。首先真係要恭喜大家完成咗12課嘅學習，由一開始可能對 AI 完全唔熟悉，到而家已經知道佢可以點樣幫助我哋生活。其實大家已經行咗一段好重要嘅路。今堂我哋會一齊講家庭互動，同時亦會為成個課程做一個完整嘅總結。今日唔係單純講再多一個 AI 功能，而係想同大家一齊諗下，學識 AI 之後，我哋可以點樣將佢真正帶返入日常生活。喺正式開始之前，我哋先簡單回顧一下上一堂。上一課主要講未來嘅 AI 同埋銀髮族喺 AI 時代可以有咩機遇。當時我哋提過4個好重要嘅方向。第一，保持學習，因為佢會越嚟越普及，唔需要一次過學識晒，慢慢學，慢慢用就可以。第二，保持好奇，遇到新功能唔使驚，可以有自己最有興趣嘅地方開始試。第三，保持警覺， AI 越方便，我哋越要留意私隱、真假資訊，同埋唔好盲目相信所有答案。最後就係保持人性， AI 可以幫我哋做好多事，但真正嘅關心、理解同陪伴，仍然係人先可以做到。今日就係我哋成個12課旅程嘅最後一集。今堂主要有幾個重點。首先，我哋會睇下 AI 點樣拉近家人之間嘅距離，令長輩同年輕人多啲共同話題。之後，我哋會一齊回顧12課到底學過啲乜，由認識 AI、學識用 AI，到最後識得思考 AI。跟住，我會同大家總結4個最重要、最值得帶走嘅核心觀念。最後，我哋仲會有一個小任務，希望大家下一次同屋企人見面嘅時候，可以真係試下用 AI 一齊做一件事。有啲人可能會擔心，科技越嚟越發達，大家成日望住手機，會唔會反而令家人之間更加疏遠？其實人工智能佢本身唔一定會令人疏遠，最重要係我哋點樣使用佢。如果用得好， AI 反而可以變成家人之間嘅一座橋。長輩同年輕人有時生活習慣唔同，興趣唔同，甚至連平時講嘅詞語都唔一樣，所以有時會覺得冇咩話題，但係可以俾大家一齊學、一齊問、一齊玩。重點唔係 AI 本身有幾勁，而係佢可以幫我哋製造一個大家一齊參與嘅機會。例如祖孫之間就有好多方法可以一齊玩 AI。第一，可以一齊編故事，爺爺嫲嫲或者公公婆婆可以同小朋友一齊決定故事主角係邊個，發生喺邊度，要經歷咩冒險，然後再叫 AI 幫手將大家嘅想法變成一個完整故事。第二，可以叫 AI 出謎題，然後祖孫一齊估答案，睇下邊個最快估中。第三，可以一齊學新嘢，譬如大家一齊對太空、恐龍、歷史或者某個國家有興趣，就可以叫 AI 用最簡單嘅方法解釋，咁樣佢就唔再只係一個工具，而係變成大家一齊玩、一齊學嘅媒介。親子之間其實亦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幫手，有時父母或者長輩聽到後生仔女講一啲網絡流行語，完全唔明佢哋講緊咩，呢個時候就可以叫 AI 做一個翻譯官，用簡單說法解釋嗰啲詞語。如果大家唔知同仔女傾咩，又可以叫 AI 幫手諗幾個聊天題目，甚至可以一家人一齊做一個小項目，例如一齊寫故事、畫圖或者規劃下一次家庭旅行。最有意思嘅地方係 AI 唔係代替大家傾偈，而係幫大家揾到一個開始傾偈嘅入口。不過講到呢度，有一句說話係今堂最重要嘅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記住， AI 係工具，陪伴先係重點。 AI 可以幫我哋開啟話題，可以令活動更加有趣，但真正珍貴嘅始終係你同屋企人一齊度過嘅時間。所以大家用 AI 嘅時候，唔好變成每個人都只係低頭望住自己部手機。 AI 應該係幫大家連結，而唔係代替真正嘅交流。科技可以有溫度，但嗰份溫度最終都係由人帶出嚟。去到呢度，我哋一齊回顧一下成個12課嘅 AI 旅程。一開始，我哋先認識 AI， 知道佢並唔等於電影入面嘅機器人，而係一種會由資料當中學習，幫助我哋處理事情嘅工具。之後，我哋開始學點樣使用 AI， 包括同 AI 聊天、叫 AI 畫圖、寫文章，同埋點樣問一個清楚嘅問題。再之後，我哋將佢用落真正嘅生活場景，例如規劃旅行、修復老照片、學習新知識。最後幾課，我哋就開始思考 AI 背後更加重要嘅問題，包括詐騙、私隱、偏見、工作，以及未來會點樣影響我哋。有識 AI 到識用 AI， 再到識得判斷 AI， 其實呢個先係一個完整嘅學習過程。如果完成12課之後，只可以帶走4樣嘢，我希望大家記住呢4個觀念。第一，人工智能係工具，唔係對手，唔需要因為 AI 好似好叻就驚佢，最重要係學識利用佢幫自己做事。第二，保持好奇，唔好害怕，新科技一開始唔明係好正常，肯試肯問就已經係第一步。第三，保持警覺，唔好盲從， AI 會答錯，會有偏見，亦有機會被人利用，所以重要事情一定要自己判斷同查證。第四，保持人性，珍惜人與人之間嘅連結。 AI 可以模仿說話，可以生成內容，但真正嘅感情、理解同陪伴仍然係人最珍貴嘅地方。咁課程完咗之後，下一步可以做咩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就係3件事。第一，繼續用，將晒慢慢放入自己日常生活，例如查資料、寫信息、規劃行程、學新嘢，用得越多就會越熟。第二，繼續學，
12課只係一個入門，AI 仲有好多功能同發展，以後見到新嘢可以繼續慢慢探索。第三，分享俾其他人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或者長輩仲好驚 AI，唔知點用，你而家其實已經可以做佢哋嘅引路人，教人點樣用，亦係一個令自己學得更加熟嘅方法。而家到我哋最後一個實作，請大家諗一下，下次同屋企人見面嘅時候，你想同佢哋一齊用 AI 做啲咩？可以一齊編一個故事，可以叫 AI 出謎題俾大家猜，可以一齊學一樣新嘢，亦可以叫 AI 幫手解釋一啲大家聽唔明嘅網絡流行語，又或者你哋可以一齊做一個小項目，例如設計一張家庭卡片，規劃一次旅行，甚至整一個屬於自己屋企人嘅小故事，唔需要做得好複雜，揀一樣最簡單、最有興趣嘅開始就得。最後再一次恭喜大家正式完成呢12課 AI 普及課程。課程去到今日係完結，但其實你嘅 AI 旅程先啱啱開始。AI 時代仲會不斷變化，將來一定會有更多新工具、新機會，亦會有新問題。不過只要大家願意保持好奇，繼續學習，保持警覺，同時唔好忘記人與人之間最重要嘅溫度。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好好咁適應呢個新時代。希望由今日開始，AI 唔再係一樣令你覺得陌生或者害怕嘅科技，而係一個你識得點樣善用嘅生活助手。多謝大家陪我哋完成呢12課，恭喜大家畢業。記住，呢個唔係結束，而係一個新開始。而家你嘅 AI 旅程正式啟航。